洪台造成失电，全台湾有20万8千外户无电通用，其中高雄呢有超过3万户，是上介济。那讲到高雄市区有一搭工地顶悬的铁片一直害，加在是无落落去。唔惊风雨有偌大，台电人员赶紧抢上线路，凯比风台影响全台湾，高雄陆续传出停电消息。真侪所在拢是树仔倒落来，也是磅礴低调电线影响。到下晡5点，台电统计，高雄市总共有34000多户失电，包括林园、公山、燕巢拢传出灾情。高雄市嘛是全台停电上侪户的所在。已复电逾70%，那尚有7815户停电中，台电会持续动员，尽速恢复供电。风台影响的唔拿电线尔，其实伫市区有工地顶面的铁皮哪害哪摇嘛已经生鲜，加在民众发现是水通报。目前高雄市总共有800外时间的工地，营造公司表示讲，风台发布陆续警报，因就开始准备，把器材拢固定好势，检查抽水机的功能，清理排水沟，维护公共安全。下吊的部分较危险，咱就要放互伊吹。嘿，啊，个就是迄个。所有咱咧施工面顶的物料，会拢改拔起来。需要检查施工架、防尘网、广告防布的固定情形，还有变电箱的一个漏电检视。天气愈暗，风雨是愈来愈大。到下晡5点，经过台电抢修电线，已经有7成所在恢复用电。记者钟义辉、顾兆勇高雄报道。